他在上面呢，在上面。OK，来五啊，他转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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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在哪里？他看到我们了，他转过来。啊？他会转过来。你一直讲看到我问你还在哪里？没，他在 KK。啊，你讲他在 KK 了，他看到我了，看到我。你懂你現在講話啊，好像你講給你自己聽啊，你就不明白你在講什麼。KK 最好，老地方 KK 最好的，我們都放 KK 的，KK 最好的，KK 等最好的，人家比較容易找嘛，是一在那邊好了，在那邊可以啊，那邊很安全，可以啊，那邊安全。多面滾動那邊就好了啊，那邊多婆的多些啊，地方啊，你放下地方啊，多附近的。機器人爸爸。啊，是啊，還沒有開工啊，還開工，你放他們車啊。哎，他們去吃東西都沒有，也沒有地方放車，而且那邊就是很多東西是老來老去，沒有東西，沒有地方放車，太多車了，路邊得看招牌的。那你戴 mask 这多，这多，你睡不好什啊？麼都好，條件兩個最好。这多。還有，哎，糖過來呀！这多。哎呀，沒有用的那個糖，沒有用的那個糖，沒有用的，快要死了。人家幾輕呀，都幾輕，到了對不對？眼睛那些。喂。啊，你坐，OK。這個了，這個送。這個它可以。啊，同你講唔使屈過嚟。哦，行你直嗰度直頭出啊！係啊，喐啊！呢度你前面你行天燈你彎嗰度行嗰度出嚟，係啊。借鑑咁樣嘅，你看你自己嚟嘅，關我事啊！这多。今年過年好多車，真係 KL 好多車啊！奇怪啊！因為每年冇車嘛。啊！每年過年冇車嘛。啊！今年好多車啊！個個知道呢度冇車，個個走上嚟先啦。哎呦，嗰啲車啊，多到啊，highway又冇車喎。舊年我上咧冇車啊，舊年我上嘅時候係冇車。我舊年又係呢個日頭上又冇車，直頭上啊順風順水啊！今日都係冇車，尋日就有車。啊，尋晚就有，譬如講尋晚塞。尋晚塞。今日夜晚都係塞，今日夜晚陣間倒數嘅時候都係塞嗰個你嘅雲頂嗰個倒數啊！哦。嗰個香港嗰個農夫嚟又嚟嘛，啊！陣間有好多人上㗎啦，係啊，挨晚嘅時候。你哋每一年都上啦？多數有上啊。這多。上嘅上高唔使講人哋這多。食嘢落嚟就有嘢食啦，唔使講啦。又有節目多睇下節目咁樣咯，一日過正常啦。係講有我嘅分數夠，我嘅分數有房間嘅喎。
個係今年嘅，Zero 今年嘅跟他扣我個分，換咗管理啊，嘢揸到好緊。冇辦法啦。佢而家換，依家做乜都咁鬼累㗎。啊！你而家換咗管理啊，揸到好緊啊條。做乜都咁累啊。因為以前我次佢過年都有俾房嘅，佢有俾3樣房咁樣㗎啦。依家用分組換啊！而家佢都有俾房，但係佢俾 standalone。因為 standalone 太細，我唔愛啊，我就係用分組換大房。以前係俾大房，別急咗啊！別急咗。以前係俾大房嘅，而家縮水咗。細房啊！不過而家雲頂佢嘅生意都係好差咗，佢嘅水準拉到好低啊！真係整衰佢老豆嘅名真係。管理層啊！管理層都係整衰佢老豆嘅名嘅。以前嘅白金係都屬於高級一啲嘅，而家嘅白金好似以前嘅嗰啲紅吉藍吉嚟嘅。白生嘅做法白金都衰啊！以前白金好水準嘅啫，以前白金你可以最少1萬分你至有啊！今年係咪？5000分你就可以上白金啦，拉低到嗰個水準好犀利，拉到。冇細個都讀過呢啲咯。而家係快樂行過路啊，冇你水準咯。快樂啊！我朋友又講你有連1年都有上，我哋嘅前輩嚟嘅。都係自甲洞咩？哦，咪甲洞入嘅。哦。這度。今日冇咩車啦，今日。市區好多車啊。KLCC 啊，嗰啲車保安啊，好似雞咁樣啊。而家我到咗轉頭嚟打下油先嚇，有分鐘打下油。外邊一路都係多人嘅喺嗰度。人多嘅，因為佢哋好似外邊啲舊時嗰個三呢啲佢哋今年佢哋嘅佈置都好靚嚇，佢哋嘅好靚㗎，佢哋嘅佈置都好靚㗎。你依家扎撚變中國街啊，靚你佢做到好似嗰啲古代街嘅，古代嗰啲外國街咁樣啊！夜晚有幾靚下㗎，真係㗎！啲中國人做生意做乜巴閉啊？即係中國人有旅遊㗎，佢貿易開放都幾有錢啊！嘅店中啊，有大間冇細間啊！你睇開熱大啊！你睇有時你睇上高嗰啲中國客幾揼水啊！嗰啲比較開出嚟一袋真係。做法最貴啊，有女啊！但係有呢個就好有女啊！嗰啲冇嗰啲就全部老千刀啊！做老千啊！冇嗰啲就做老千咯。我上去我次次想睇幾班，我遇到好多個啦，次次都睇到佢，次次都喺嗰度埋攞咧，成日係講唔見女啦，咩冇女食飯啊，乜鬼嘢都出到晒㗎喺度啊！乜嘢都出到晒㗎，次次都係睇到佢㗎。賭又可以賭啦。呢啲路口紅色燈撞下，10個9個夾睇電話咧。10個9個啊！如果你講你喺紅色燈路口度會撞係咪？10個9個睇電話。如果唔係，唔會撞㗎。我車入撞篤定又睇電話，咁啊睇。呢度。
是不然肯定咧，是啊，是企哦，路嘅時候，企路上嘅時候咧，嗰個真係小童嘅時候真係嗰個時候真係做到哦，咩都冇，俾人食，俾人食，俾人住，你個房間又有，所以好似你住係啦，你十嗰啲係咪？有罐裝水又有酒咩都有，而家乜柒撚都冇啦，而家佢租嘅平嘅房間啊，個電視機搬都冇拆走咗佢啊！電視機都搬鳩咗，幾多人講啊？係啦，而家嗰啲嗰個最平嗰個你自己去鋪床單㗎係咪啊？喺電視機都搬鳩咗啊！電視機都冇。電視機都冇俾你睇啊！你冤枉嗰度。呢隻以前啊嗰啲賭場入面嗰啲茶全部厚厚嘅，而家好似唔知咩水嚟嘅，你個變到咁樣，管理層做到真係做衰起到咁嘅名嘅真係，林老細救你，你嘅孫仲救你。又去左又去右先，都唔知佢喺邊度啊！清油，請係比較分開一救你幾啊？一邊係比較乾淨，哎呀，冇多幫我重走佢。唔知比較乾淨。啊！然后是你拍你的嘛，不要拍到不要拍住了。不要拍人的。你要喝水吗？不要啊。我才喝一罐还能不要喝水，有病吗？是 baby。Oh my god。人家打油的时候，叫他不要排除人家打油。不要排人家打油啊。
你有什么？哈？我什麼啫？哎呀，仆街喎！你哋爭你喎？啊？買一部車啊？啊？夠力啊！你看那些老师，夠力啊！黃啊，夠力啊！等下。你打電話叫你媽媽。OK。我同你講喎。時候幫我攞嗰隻OK。哎媽，你等一下啊，因為阿龍的廁所是好像沒有在，你等一下。叫完過去對面穿，你這樣。你出來一下，出來一下。所以啊，可以看中了，所以放车是我看中，因为我的车但是我们没有拔到手机。所以啊，我什么东西都是拿出来，看这样子才办法的。出门啊，那个锁匙是换了太多次。是，哇，肯定是在车了，刚好开出来这样子，只要人家看到啊，就完蛋了咯。那钥匙放着。12分鐘啊！哎呦，所以啊，这个很顺的，每次出门拿一这样子的，没有拿到手机，不敢就带个电话走了过来。我还問你手機有沒有給了嘛？給我媽媽，你喺那邊喺那邊哈那邊。我是講不用了。我也要 check 一下嘛。所以啊，水哦，我媽媽明白了哈。是啊，看啊，看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白头如果这样要出来了，是，这个不翻档，不是。後面的冇咧。加车位呀。关键。这个。这个醒了，啊媽，你看到了嗎？行。真的弄到我心里。哇，行。那我没有心脏体了。差的挺明显的，人家看到过。哇！啊媽，你再過去，阿龍很緊張，因為他住門那邊了。不要靠近油管講話，不要靠近油管講電話。
我忘记了，对不起。是啊，是啊。走这了，走这了。你有开牙，我知道，没有事了，没有事了。你说这个，水喝。两次有两次。这么取啊？我要是，没事。我刚才很傻了，我的钥匙，没事，我去，好吧，哇，全部都是你们，如果是停在家里面的，不一样。因为停在家里面，我们不用发梦是想的钱。我这。我不喜欢。很新的车不拆了，那个车牌这边等啊。没有在门的手势，加车位，没有看到啊？我经常啊，加车位有没有？没有，侧门我的。没有，你要看有没有看到车门外面。车门外面没有，后面那个门，后面的门在这里吗？那个门开不到，我锁了的。你看那个门还开到吗？你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后面的门呢？有没有看到？兄弟，这一个，一只，哎呦喂！
几岁了哦？我都不对。哦，没有关系，可以，没事没事。呢度後就啦，後面每次睇有機會啊。那等一等啊，等一等啊，那我们回去再一起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。了解。刚才我有拿到这个笔吗？没有啊。你的钥匙。OK 鎖匙啊？哦，水壺。你做翻起一下湯。哦，得。哎呀，这来啊！因为你刚才是这个人绑住，你们也不可能放这边吗？冇喺。哎呦，揾下啦，睇有冇阿碧入邊有冇啤？喂，入面都冇喎，點知咩事？嗰度今日好唔利是咧。真係頭碰着黑，黑到白晝都係咁樣喎！哎呦，小麗，再帶回去找一輪咯。冇啊，翻去揾哦下。 ，OK，得，冇問題。死火啊！啲錢。鑰匙，搞咩喎呢排？鑰匙，過年又揾人做喎，冇人做啊！突然間。今日 last day 喎。冇人做㗎啦，初二都冇人做啊，初幾呢幾日開都冇人做。摩入邊都我哋冇人做，冇人做啊。做咗啲。有 spare 啊？有 spare 㗎，有 spare 相關啦，有 spare 可以啊。
So funny. Wav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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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真係喺嗰度啊！要我真係俾你揾佢。我問你，會不會可能在這邊？哎呀，你講你這裡綁住的就不可能看到。Hello 誒，哎呦唔好意思，真係咁樣嘥咗個時間喎。冇咗咁冇嘢。但係嚇鳩死啊！真的，我就想到，我要不要 check？因為你真的你拿來綁住，怎麼你會放在他的 pocket 的咧？明白。哎呀，鳩死我真係。真係衰嘅，過晒去啊！過晒去啊！冇事，大家睇你啊！睇下過晒去啊！嗰啲，哎呦真係。我就突然間就想去摸，哎呀！真係過晒去啊！嗰啲。你先想放到自己的 pocket 真係聽日嘅初一好重新好。我找到了，在阿紅的那個衣服的 pocket，他放錯衣服，我也不懂怎麼。啊，沒事了，沒事了，沒事了，不用。好嘅去晒啊！聽日嘅新開始啊！哎呦，他是怕給人家射到啊，就架着我的那車。沒有事了。OK，好。緊張啊，頭先緊張啊！我未有大車我咋也哎呀，放回去。你拿來綁在腰上，你應該是塞錯 pocket 啦。我想塞我自己都會塞到他。虛驚一場啊！我咋也。你真係好彩嘛！頭先係啱啱大遇到打友睇到紅色啊，用行到半路嘅時候啊，有大劑啊！影響啊！我準備睇 A 冇風喎。係講行喺個係停喺右方啊！又講你講行緊三半路嘅時候啊！哇！嗰個真係嗰個連嗰個，我哋計換底好快㗎咯，10分鐘就搞掂佢咯。不過而家你買邊嗰啲架撐嘅係咪？你哋有啲買嗰啲係好新能嘅。你哋嗰啲兜你哋跑頂一下仔即上嚟，一下仔即上嚟，開即上嚟開螺絲車啊！不過好彩是沒有變掉啊，因為那個我是綁着的嘛。對，然後我又跟他弄來弄去，我又沒有綁住我就隨便放。我放到他的pocket。綁住還有叮咚的那個有鎖匙的聲音啊！有聽到那個聲音嘅。真係好嘅過晒去啊！今年啊，明年聽日啊，好多開始啊！
初二幾多點我落嚟？我睇初二或者初三啦。啊我初日俾你知道，我初你聽日俾我知道。聽日我就俾你知道，我聽日6點咁樣我俾你知啊。天哪！晏晝嘅時候我俾你知啊。我出嚟寫落去就得㗎啦，我就睇到㗎啦。係咁，你有初二落嚟啊？大概嘅時間都係12點㗎啦。12點我上到去12點半至1點喎。冇12點落。哦，我到雲頂啊！你到雲頂差唔多係12點半到1點咁樣喎。12點半到1點咁樣，因為我放12點出嘛。啊，你12點出嘅。我最日上去第都係咁樣時間。係咁冇阻礙12點半我就到。哦。我未到，你哋行下先咯。因為你縮嘅時間咧比較準。你縮些佢因為你縮曬佢嘅時間好準嘅，佢到時間到啦，快啲就係會過嚟，所以佢喺嗰啲積嚟到。call 到啦。所以個大間啲。但係其實個 super 嘅都係大間，你可以住佢嘅 super 啲就大間，你唔可以咁住 standard room 啦。你嗰啲普通房。你個普通房就細間啦。如果個 super 嘅大房都大間過你嘅。問題講，你索佢嘅唔好係咩？佢有時佢唔係咩？佢放緊第一個插頭。有時我哋電話都可以插㗎咋，咁唔係插。因為佢得一個插頭啊，老。你帶個嗰啲好多插頭俾。帶自己帶插頭去啦，帶幾個插頭去啦。因為佢得一個插頭啊，咯。佢唔好似好多地方都有插頭。但係佢哋所謂得一個地方有插頭啫。佢得喺個台前面一個插頭啫，冇其他地方冇插頭嘅。你帶去咯。自己帶。門口垃圾桶又冇。我最唔中意喺呢度，因為佢唔好似bus 咧就你隔幾門口會一個垃圾桶俾你掉嘢。你宿舍門口冇垃圾桶嘅，你嘅淨係得喺嘅出去嘅嗰個啲電梯嗰度係咪先至有垃圾桶喺度嘅？變到有時我哋打包嘢我哋唔可以食，我哋食隻嘢我哋唔可以掉我哋房間啦，我哋掉出邊嘛。你又冇垃圾桶俾我哋掉啊？你淨係得個電梯嗰度有垃圾桶喺度。依家上去都半日咗喎。嗰啲真係賭鬼嗰啲咧，嗰啲呢度上嗰度落都得嘅，冇相關嘅。我有個朋友又係夜晚有時候係6點嘅時候先至上，6點嘅時候放工走上去，跟住第二晚早上就翻落嚟。我哋冇揾我。咩人都有啊。你不如直頭索性啦，喺上高做，上邊都冇啦，你唔使咁辛苦啊，唔好走嚟走去。係咁，我入去嘅陣你唔好入去嘅陣去，你入去你嘅屌啊！個都死啊！你唔入去你嘅。你喺做餐館嘅，本身做餐館所巴都死，冇一個生嘅。因為太得閒啊，好似落場嘅時候冇嘢做啊，走入去啊，死啊！又走入去。你上高做工，你係唔可以入去嘅，你入去你因為你喺雲頂做工就唔可以啊，你係咁做餐館嘅，個個咪入，個個都揾到女㗎，個個死啊！做乜做俾雲頂嘅？
新嘅嗰啲嘢都係我哋最都係我哋最上上落，都係我哋最。哦媽喺嗰度。尤其是嗰啲做餐館啊、做巴剎嗰啲啊最多啊。做巴剎嗰啲有啲啊，晏晝收工都係走上去啊。半夜都上。老板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可以23号，好的，我安排一下啊。好的。懂吗？大水啊！上面好凍喎，係咪15啫啊？你次次上去你早上都係12點幾啊？嚇？我講你早上上去。我5點半到雲頂啊！朝頭早半夜，朝頭早啊！我一日5點半我就到雲頂㗎，又開始做工，上落落㗎啦。你初二嘅時候咧，即係我講你嘅時間會12點幾，即係我係咁我諗住你有載客啊？我因為機場載客上去，到嗰個時間都係12點半左右啊。你初二有機場載客上去？我就係睇你嘅時間幾多點，我去就下。我哋初二有載客上去啦，初三有載啦，初三冇。初三你幾多點都得，我都可以載。初二你係啱啱有載客啦。啱啱停到半個鐘頭。飛機上過嚟啊！即係再去接機定係送機？我接機。送機就唔可以載你咯。有時接機，有時仲冇一定嘅，接機嘅時間仲個唔肯定咧。接機嘅時間有時仲個冇辦法固定咧。有啲 delay 啊，有時我哋一直睇嘅 delay 我就改咗睇點樣我就走㗎啦。因為我朝頭早就知道咗。即係有時啊遇到佢 delay 嘅嘢係咪？尋晚我接嗰隻咪 delay 2個鐘，因為我接佢嘅機係邊度過嚟啊？東馬過嚟，呢個就係中國過嚟嘅。而家上去好多中國客嘅，特別多嘅中國客。第一間波都冇俾中國人中細住細啦。
而家什麼住喺市區大把咁多，好似過年咁樣，唔係上高雲頂啊，唔係淨係同人多嚟，嗰啲外勞黑飛都好鬼多啊而家。聽日啦，聽日你覺得啦，佢有試試啊，今晚黑晒啊，嗰啲黑晒嘅全部出晒嚟啊，因為工廠全部冇休息嘛，收工嘛。咩巴嗰啲孟加拉什麼就孟加拉嗰啲全部出晒嚟㗎，好多有時揾啲小哥有好多嗰啲孟加拉㗎。過年嘅時候嗰啲孟加拉屎味多㗎。什麼冇做工啊？因為我哋唐人過年啊，好多公司工廠全部冇休息啊嘛，變咗佢哋嗰啲工人全部都出晒嚟咯。反而馬來人過年咧，反而冇咁多佢哋嗰啲人。聽日我啲孟加拉什麼就出嚟，一早就出嚟。你行嘢好似最中意嘅叫。未開始啊！唔知幾時開始啊？好咗啦，係等收女啫。哎呀，中獎呢人哋都係上㗎啦，多陳年係啦。你收最多頂到賣最多一個5溝錢俾你，人哋都係上㗎啦。10溝咪爬上去。係嗰啲出嚟反對嗰啲咧，嗰啲係嗰啲日日走上去吹風嗰啲啫。嗰啲走上去吹風嗰啲先至反對啫，嗰啲冇反對嗰啲全部上風。你講我上邊到咗幾千蚊、幾十千都喺嗰度做喎。你講上高師啊嘛，你講3、5千溝啊嘛，你係咁樣試啊，你佢咁5溝錢幾多？睇你眼，睇眼。10溝都爬上。因為一邊係價錢上高，翻到高啊，起好多看都唔到啊。慢啲啊，入出嘅，你看到如果個車多咗，係夾佢收啊嘛，冇嗰個路維修嘅邊個俾佢先，你知啊？你而家咩個北京都夠收佢啦。好似佢哋次次去落木山半山，佢哋嗰啲有啲揸車去停半山，跟住停喺停半山有啲吊車上去嗰啲啊，佢哋多數半山多數都係停喺嗰個纜車嗰度啊。冇啦，停喺本身停喺你喺個中仔嗰度啊。有時人合北啊？冇啊，你停喺路邊啦。停喺路邊啊？唔係中3班嗰啲全部。有時會中3班㗎。中啊，有時中啊。你停路邊嗰啲全部中3班，個中仔一個時期有出嚟中啊，抄好夠力嘛，全部。你嗰日知唔知租你喺租154張3萬啊？呢啲又可以租。嗰啲走車嘅應該租，嗰啲成日喺上高飛車。嗰啲傻水㗎。成日揾嗰啲山路成日嗰啲嗰個頭文字 D 睇太多咗啊！開學修議論。索嘛喺嗰度走，6點朝頭早就嚟用，每個禮拜都嚟嘅，同埋嗰啲後生啊，鬆都40啱㗎啦。你哋都講話次次拜六，尤其是拜六啊，次次都走嘅。拜六就夜晚，禮拜日朝頭早。死熱啲啦，咁啊，加州人嚟㗎。就係睇戲睇太多啊，係。咁啊又有錢咯，冇嘢搞喎，都40歐咗嘛，講後生嘅驚死啊！Scratch。嗰日睇一架，又係好似法拉利咁樣，走，又係到頭嚟，又係飛過去撞到啲乜嘢。Scratch ball。我哋都驚佢啊，用佢啊！你嗰啲走啊嘛，你死你事啊！有時啊，旁邊嗰啲無辜嘅，嗰啲無辜人害死人哋啊！
是 regenerative mouse. You should take a box. Your Honda. Needs more. Needs more.你幾速？你幾靚？冇塞車。啊！我有個朋友係今日上，哦。但係佢個遲啲上，其實我係講，你29歲冇車嘅，你講，佢成日講因為佢上佢每次都上過年，你都上高嘅，你上高過年嘅，你29歲佢冇車嘅，你講你講你29歲冇車嘅，係你到你初二初三六都係冇車嘅，你唔使驚，你講係嗰啲上嘅多啫。初一就初一嗰啲時日就聽日嗰啲係上嘅多嘅，咁你落翻嗰啲冇事嘅，你講真。啲人先幫埋得閒先幫埋沖上。而家好似冇咩拜年咗啊，都拜年啊。而家人冇咩興拜年。而家冇咩興拜年嘅新年。而家有啲你睇而家好多過年有啲人買到咁樣，都係走出邊啊！意思講係有屋企啊。Hello。可以了啊，半路了啊，要上座了，在半路了啊。我話為我值啊，好多行都水軍。係啊。No fault. 塞車時啊。車啊，文件最愛照顧啦，無論你一定愛制嘅。好似你咁新車仲新啊！你車友啊，梗係打95嘅，你99就7嘅。有啲都唔捨得啊，有啲都係打95，有啲都唔捨得啊。上個有力啲啊！除咗上有力入邊，你嘅 engine 嘅卡分比較靚，佢冇咁容易有嗰啲殘渣啊。95好多殘渣㗎。95好多殘渣嘅，嗰啲油漬啊，殘渣好多嘅。比較揦渣啊！你講舊車就冇相關啊，你講新車多數你打97啊，係比較乾淨，嗰個卡分冇冚。但係講有啲真係睇唔開啊，有啲渣喺個 Camry 嘅都係打95㗎。唔係咁揸大車嘅捨得啊！走運定嘅社會一個二一位，一個二一位啊，搞真係啊！因為你哋客有我都有嗰啲咩有得入行用得快嘅。我有40千啊，一幣我20千換一幣啊，20千啊，每個20千啊，20千個換一幣啊，20千換一幣啊！兩幣黑油就眼油，兩幣黑油就。因為你咁樣周時，你嘅眼油周時換係嘛？你周時咁樣20千換眼油啊，變咗你嘅嗰個auto filter 襟啲咯，冇咁容易拉渣啊嘛，你個auto filter。所以
我有40天又唔入嚟，我20天我一幣，舊年仲未及費，我成日走雲頂計咁樣啦。係啦，日日喺雲頂啊，日日都喺雲頂。你嘅工作係咁樣噶嘛？好似講你做嗰份工，你嘅工作日日就喺嗰度噶嘛。人哋講雲頂技術，我哋睇到雲頂啲煙。啊！佢哋嗰啲數係嗰啲係來嚟一擺嘛，唔同啊！你係日日喺度唔同啊！日日都喺呢度浸，朝頭早浸到夜，School holiday. Also,未啊，到雲頂路口啊，等咗12咪嗰隻幸福先咯，幸福村嗰度喎，中國仔啊，100%先啊。幸福村啊，幸福村啊，叫咩嘅？我到北甸嗰度，屬乜中國仔嚟㗎？使問阿貴啊，你吹得唔錯嘅。都唔使睇人，我睇地址我就知中國仔。你咁嘅人踎雲頂，睇都睇到。呢啲係等救命。Benz 都係假嘅。Benz 都係死過。你唔識閂咗冷氣啊！我哋都係到前面啲就閂冷氣㗎啦，隔開心。你唔閂啊，好快就瓜嘅。因為一邊而家嘅車啊，因為而家嘅車啊，佢嘅散熱好慢。因為以前嘅車咧就做兩個風扇，一個 aircon 一個特異嘅。啱先嘅而家嘅一個風扇用兩個啊，而家嘅車全部一把風扇嘛，碌㗎嘛，變咗你散熱慢咯。你嘅散熱就冇以前咁快咯，因為而家你係一把風扇行兩個嘛，等啲同冷氣嘛。以前係冷氣一把風扇，等啲一把風扇兩把風扇嘛，變咗以前啲車散熱快。一個停咗，鬆乜9點收工。而家一下仔一個一死下掉啊，一個冇力啊掉啊。都係咁。因為可以慳嘛，而家全部係慳成本嘛。就係
而家嘅車我慳嗰個成本啊，所以以前本嚟兩把風扇嘅，而家變一把風扇佢。嗰個 S70仲衰啊！你嘅車嘅嗰個 engine 前面，你仲過你做一塊蓋全部冚到密爛實，嗰個仲個紅色散熱啊，嗰個仲衰啊！嗰啲氣走唔甩啊！嗰啲氣唔會散嘛，你 engine 前面係唔可以咁冚嘅。你估我哋呢度中國咩？嗰啲冬天咁樣，我哋呢度熱帶嚟嘅。佢嗰啲設計啊，咪係喺中國嗰啲冬天嗰啲啊就 OK 啊，因為佢哋嗰啲凍啊地方，我哋呢度熱帶嚟嘅。嘅時候風車。我睇到，做咩冇人封咗嘅？要買支 S 我一個有風睇到同你幫手換下。而家睇喺半路啊，哇！換底啊，暈啊，梯過頭啊，換咗底啊，佢4個暈，冇人幫手啊。一邊有時啊，嗰啲打下螺絲啊，人哋嗰啲打碟啊。有時佢哋用風打啊，打太緊啊，我哋開唔到啊，有時啊。有時嗰隻甩轉啊，佢哋打太緊，佢哋用嗰啲槍打，有時打太過緊啊，先至搏命撳。螺絲轉啊，有時勾到斷啊，鎖太緊啊，佢哋個電槍嗰啲風槍有時。佢哋嗰啲打，佢哋嗰啲搏，佢哋搏兵有時，佢哋搏兵有時愛換手波拆咩係咪？佢哋有時都講嗰啲打碟，佢哋真係講啊！你打碟啊！你槍打你唔可以搏命咁樣打，有時你打差唔多你都可以用手鎖嘅，你唔可以下用槍打啊！打到緊到我個碌去，我碌緊，哎呦咁到時佢哋麻煩。我整到幾好睇。轉啊，你就換設置啊。
Adobe. 你好咗嘅，等收佢啫，收佢用啦嘛。Adobe. 因為收佢啊。係未定價。10幾號或者下個月頭啊。佢係未定價先。佢而家仲喺度睇下馬基市場咩反應嘅價錢。Shit, yes. Security. 17 pound. Which one is it? Adobe. Struggle. 你反而有時喺做呢個啊，你未入半身，你都可以俾錢啦。你喺上邊你就本身你就走得甩咯，依家喺呢度你睇但係呢度走啦。你走唔到啊！你講如果企喺半山，你就走得到啊！如果企喺度，你都冇得走啊！你未到半山，你就走唔到。走。真厉害了 ！S Adobe. Adobe. So Adobe.
有時啊嚟到成日都有坐喺北京嘅，悶悶啦喺入邊。呢度依家馬來人多，唐人都喺嗰度呢度。哦，啊，呢度不賣啊！走車啊，中央排隊喺度坐住嚟睇下睇。嘅地方啊，佢又捉狗啊，得捉乜捉瓜佢。白黑，白黑的镜子，白黑，白黑，白黑，是白黑。哎呀，哎呀，又喺度啊！爭少少啊！慢啲都唔得㗎。The car fell wrong. I'm tired. Good, very good. Oh. 今年啊，你都唔係人嚟嘅，第一捧啲做怪笑，屌教你鬧屌，第二個你鬧屌嘅，笑笑你錯咗笑。頭先你換咁樣，你係睇有睇到咳到釘啊？啊，有跟到釘啊！好多釘啊！依家好多釘。依家姐就難搞啊！依家姐難。趕嚟咁樣。仲係 Grab 卡嚟嘅，係嘅呢啲人冇未上過嚟嘅呢啲人。咩揸車線咧開始唔知嘅。嗰個線咧一開始突重到死咁樣。有啲新手嚟嘅。Elevator game. Elevator game. Game. 有盤山啊，上緊嚟啊！你開始落錢，又上翻嚟嘅，你喺嗰度瞓覺做咩？挑戰。馬來
晒開放嗰啲樓市都有工做啊，揸飛揸攞呢個揸飛，什麼都樓市做晒。好啊，未開放嗰個真係好多。我樓市冇巴車都冇得揸。哎，我真係你馬來西亞你真係靠中國行。係啊，中國人太多又係死嘅，你知太多啊，太多人死嘅，佢哋做乜做詐騙㗎？你話？而家就詐騙太多，特別嗰啲而家嘅 AI 先進咯。所以而家人哋成日講啊，而家好多有啲電話唔識啊，人哋都唔敢接嚟咁樣。所以擠銀行都叫提心吊膽啊，係啊。其實攞銀行嗰啲係銀行入邊做鬼啊！呢啲係佢入邊做鬼，入邊冇鬼係唔會死人嘅。人哋講，你真係佢哋擠入邊上佢唔見邊度有得做嘅你知冇？嗰啲係銀行入邊嘅人做嘅。你唔係你銀行人做咗邊度嘅人做？話嗰啲拎啊，錢仔夾中㗎啦。因為而家我哋嘅電話會 download 嗰啲新嘅 app 啊，你嗰啲 app 係屬於第三方嚟㗎嘛，你只要 download 第三方嘅 app 啊，買人哋就可以 hack 你嘅電話㗎。到啊，撳啊，唔見公仔都唔見咗，成日開出嚟都用曬咗，拜拜咗。
票啊，陣間又出嚟講話雲頂外山啊。依家政治鬥到連打到連咩？而家唔係俾對家打，自己人打自己人。馬來人打馬來人。唔係俾對家打。一陣間又捉出嚟講，一陣間又講嗰樣嘢，而家又講機靈人神咁喎。都冇嘢講。而家好似火箭打火箭嚟㗎。係啊，睇下計計火箭入世啦，死啊！死到直嗰隻啊！人哋俾機會你，你都係咁樣。講冇用嘅，係啊，計你睇啦，火箭冇冧掣，我頭都篤俾嘢。So easy. 一個雲頂啊！一個雲頂我都話佢帶動幾多經濟啊！係啊，幫到幾多人揾食你要一個雲頂。幫到人哋開心咧。Boring. 幾多人開心，幾多人喊你睇。一個雲頂佢用佢淨係用嗰啲人就用幾多到你知？萬幾人啊！伙計萬幾個啊！你淨係你諗下，你政府你淨係抽起個稅就幾夠嚟㗎？你知喎？你講邊度可以咁新嘅政府嗰啲邊度嚟嘅？你知淨係嗰個收起一啲嘅嗰個稅呢幾犀利你要？收稅又冇咗分咯，得閒壓工嘢又係你行下，你唔可以俾一翻佢啊Boring. Astro. 嗰啲包頭成啊，一包成係成個年經好㗎，包頭都冇乜用嘅包頭，經啊成個係。包頭係有用下吉蘭丹丁加路唔使咁死啊！你嗰度嘅人講我哋過咁嘅生活嘅。啲嘢包頭鬼都係幾鬼嘢。14歲又你又可以結婚，我搞3、4歲啊！3、4歲同婚啊！嗰啲13歲我都話。So easy. 而家你喺TikTok你睇下嗰啲馬拉婆啲後生20幾歲爛死老嘢，貪你咩咁嘢又觀賞。有啲係被逼嫁嗰啲，有啲係被逼嫁嘅。死老嘢有幾針錢嚟嫁幾多你直頭買，佢直頭幫佢買過嚟啊！多幾年個老嘢都釘鳩咗啫嘛係20幾歲個廿70幾歲。好似嗰排嗰個馬路行車嗰個4000金價碼俾嗰個老嘢㗎係咪啊？11歲咯。啊！你哋講我等到啦我，等到你行㗎嘛，賺到咗。係啊，幾後生，個老嘢都完咗咯。你嫁俾佢嘅時候，個老嘢都70幾啦，我想話你70幾嗰陣70，因為73嘅時候嗰陣時嫁俾佢。家陣係啱好啦。都有服侍到7、8年啦。有生幾個。有生幾個，都有服侍到7、8年啦。你70歲都仲得，仲70歲都仲可以生4個都唔錯嘅。好勁啊！70歲咯，冇品淨好多㗎。個個就講啊，可能等到啦係嘛？有女嘛？嗰啲係交易嘛？你窮係有感情咩？係嘛？你嗰啲交易我咯。係嘛？你30幾歲，你真係會中意一個70幾歲嘅咩？先瞓夠幾十年咯。